後來最近有不少人佇網絡頂買物件去互詐騙，詐騙集團是利用假網站摕到被害人電子支付的條碼掠圖，然後一直擼錢，講4月到6月都互詐騙集團擼將近9000萬。所以台北市甲新北市警察局特別甲悠遊卡公司來合作，未來只要這個悠遊卡擼超過一定的金額，有無正常的所在，都會主動來通報警方。查甫人到超商買遊戲點數，摕電子支付條碼掠圖結銷，不過這根本不是伊號碼，是詐騙集團為被害者的手頭騙來的。警察，麥當，你錄啥？來，手機啊，車手當場叫警察逮捕，佮一直想要解釋，不過詐騙的過程早就叫警察看破卡手。近期網拍類的詐騙頻傳，而詐騙集團的終極目標就是要騙到被害人手上這一張電子支付的條碼截圖，讓他們能夠來消費變現。詐騙集團透過記憶賣貨邊網站，拐被害者和記憶服務人員專線聯絡，驚講需要金流驗證，要求事先拍開電子支付條碼。詐騙集團成員則個緊掠圖摕條碼去買點數，上報警察4月到6月進行詐欺專案，掠到241位嫌犯，金額了18914萬。今麥甲甲要會源頭來主動詐騙。雙北警局與悠遊卡向前衝，共同打擊詐騙。警察甲悠遊卡公司合作簽訂防詐業務合作備忘錄，未來電子支付若是超過一定金額，就會主動通報警察。是一個相互通報。及時攔阻，能夠預防在前面才是重要的。現在金管會也有要求，希望這個 QR 產生以後幾秒鐘以後就消失，它不會一直有效。悠遊付系統嘛升級，無法度透過掠圖或者是事先摕到支付號碼，18月交易金額上限1萬塊等等限制，會源頭下手，和詐騙集團無路通弄。